侬开啥呢？哎呀，侬不要跟我弄啊泡。不会不会不会。排练场地离吴家最近，大大小小的道具自然也就汇总到这里。这些道具服装都是团员们一件件亲手制作出来的。搿侬没地方摆了，侬现在已经拿我这个，我这书房已经是贡献出来了，晓得伐？侬这个么子，我这拿本书也是，拿本书我也寻勿到了。我本来这个书台摆了整整齐齐搿搭弄个。葛末相比下来，阿拉屋里向现在我书个是，搭物事侪拨侬摊满了。塞辣搿里向，然后拿搿个物事一关起来嘛，勿就看勿出来了吗？我啥子物事摆进去好，好。哎，那叫娘娘子。侬这个是只锅炉嘛？侬这个指头个物事，侬侬看这个指头个，侬看，这真个我好讲，侬这个指头。勿会个啥个。搿只锅炉啊。锅炉哪跟搿啥搭界了？又没热气才好，我把门关好，门关。离演出还有8天，排练场地还没有落实，所有人都很着急。陆强做了多年的保险代理，在这里有很多客户。今天他像撒网一样联系了很多朋友，为剧团寻找新的适合排练的场地。阿拉对我来讲就坚决个 support， 就坚决个支持。啊，没本事去演出，咁嘛就啥呢？支持，哪能介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了。搿地方侬看，现在叫小上海，华人大概占了50%居民是中国人。连搿搭里主流银行，侬看美国人的银行门口招牌也有中文的，所以搿搭个居民是中文为主。搿条街呢是属于搿只城市里向条主要街道，搿美国街道大概没像南京路这样介闹嘛，所以辰光住了长了以后，觉得又喜欢闹嘛。阿拉搿搭是啥呢？侬没出国，侬勿晓得乡音的可爱。所以讲呢，侬老早蹲辣上海辰光，勿一定老喜欢啥个粤剧啊、沪剧啊或者啥。可是跑到国外来，辰光蹲了长了以后，侬就发觉搿种物事、搿种声音、搿种乡音，侬就发觉，变得就非常可爱。陆强果然不负众望，联系到了一家拍卖行。吴其兴得到消息，赶紧上门落实。王建华下了班，也驾车赶了过来。这里50张桌子，大概这里坐100-200人没问题。200人，你看。那你哪个地方可以给我们排练啊？这个地方。这也可以，那边就把桌子椅子拿掉。椅子拿掉你就可以排练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台以后要演出的话，他拍得保这个长辈一移，你就在上面可以演了。这个地方排练到打字幕都给你弄好了，那个打字幕的，洛城摄影家协会的跟你弄好了，打字幕的。这里面也可以。这边也可以。这个地方因为排的有点贵了，那么多的画在上面，新兴了。哎呀。这里就可以方方正正的，对，以后彩排就招你这个地方比舞台还大了，我们这个地方显小了。就是晚上你们行吗？晚上都可以，你这是有没有时间给我？所以就讲阿拉侪得到搿一些，就是讲幕后的很多的人在工作，对伐？侬比如讲像老高，花了交关辰光弄个字幕，还有比如讲字幕要打出来，啥人来操作？操作个人是姚玲，是阿拉美中文化协会一个理事长，也是个上海人。伊对《红楼梦》也老有研究。将来老道啊，你的名字啊，你要有排练场地解决了，吴教授策划的《红楼梦》研讨会终于也能如愿举行了。饶玲就是今天研讨会的主讲人之一。对不对？就是说这个里边的感情也很感人，就它完全是个悲剧，它完全没有写出什么一个盛世的这么一个景象，它完全是带一个批评的眼光来写，它就极力突出这个盛世。但是呢，凡人俗子呢，只看到盛世，他没有看到盛世后面的危机。那曹雪芹呢，他是看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讲的就是说，他是北族是从死而不降。这个他说是你提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？我说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人物为什么没有按照大清的这种服饰去？这个好像王家华演的那个贾宝玉怎么没有脱变？因为这为什么你说没有变呢？因为曹雪芹呢，他虽然是清朝的人物，他讲的故事也是清朝的故事，但是呢，他不敢写我这个写的就是清朝，
那就是要文字狱，所以它是假托明朝的事情。这个中国的社会有一半是妇女，为什么妇女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么低？要求他们要贞洁，要求他们这样的，在哪里份血滩就是强奸妇女，可以甚至杀人，他照样可以在社会里生活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提出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妇女这个社会一定要把妇女的位置提上来，这样子呢，社会才能走进。西方他是不了解我们这种文化的，你怎么嫁给一个这么弱不禁风、这样一打就倒那种人？像贾宝玉就是那种。同这个士大夫的士，那个概念有关，因为士就是念书人，万般该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所以从小嘛就养成这种对士的崇拜，那么影响到女孩子也喜欢士，不喜欢那个丘郎科的那种有大胡子的那种男人，大概是跟这个士的观念有关系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研讨会一结束，王建华赶紧飞回上海。他在上海只有3天的时间，王建华一下飞机就从浦东国际机场直奔城隍庙小商品市场。在这3天里，他不但要请老师和师姐们再次辅导，还得赶时间购买最后一批道具。我来买这个，就是搿个叫啥个？阿拉读书箱里向，勿是手浪向勿是要带个搿个，讲是北京王送拨伊个对伐？这个应该啥颜色个？对，像这个种深咖啡些可以伐？咖啡色个那有个就可以了是吧？哦，有个就可以了。我来城隍庙。放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在舞台上用。舞台上用的。舞台上用，所以我要长。哦，那这样可以的。那么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长的呢，你从下面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上面滑下来，往下接，往下踩。你这里面有哪里可以接上去？哎，可以呀，这下面也只好接的呀。这个地方就可以。我现在拿一根连的带看啊。吴其庆在洛杉矶也没闲着，他和上海人联谊会包揽了所有演出票务。这位穿中装的老者就是联谊会会长。侬不管是马甲还有这个衣裳，侬也是中的。我会织棉袄啊，织棉袄啊，交关人在问我，侬哪能美国织中国衣裳？我讲，不是侬织西装，侬就可以变成讲另外个人。搿是侬个人，侬织衣裳勿搭界个，对，侬保持。我搿样子织个，我可以宣传，迭个是中国。那么王基华在辣排戏了是把哪能样子？哦哟，伊现在忙啊！现在辣上海，辣这个城隍庙帮小商场，因为有得交关道具服装，侪是从上海买得来的，因为搿搭没嘛。对。我在想，老早好像上药搿能上呀，是吧？啊，搿点好了。是吧？侬就讲欢喜到下头晓得。或者单薄了，采访老师会。不乡村，不乡村也好，侬没大个了。啊？没大个了。我问伊，我讲大个有伐？伊讲就只有搿一种，稍微小。蛮好了，成功，说侬成功，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一样样物事，一样样物事，一点点小物事干嘛去？出去人也蛮多，你们大家侪摆辣一道。其实采访老师伊辣搿片活动蹲辣外头蛮充实个，除脱工作辰光之外，㑚大家聚会、party 也好、协会也好，这个就是自娱自乐，弘扬了阿拉迭个戏曲文化，同时呢又充实㑚自家，㑚自家实际上㑚自家感觉到应该是讲㑚个年龄，和㑚个体现出来物事勿一样，年轻了更加，倒是有搿感觉哦，对伐？哎，心情来讲，性格来讲，学了迭个越剧，阿拉越剧本身是蛮难个，那更加难个就是。但愿得今晚梦雨，哎，像破旧时啊，哎，再回过来，搿只手侬勿是拿老本书嘛，哎，拿搿搭哎，坐下去。咦，哎好，哎，伊搿只是一只搿个物事，咦，呢，迭个物事，侬我晓得侬是扛本书对伐啦？侬就坐来，哎，当当啷当哩当啷当当，侬下去了，侬是辣看书，伊个咦，侬首先个啥物事？马上搿个物事，哎哟，我搿本书老拨人看，随后再看。
侬动作老夸张、老头个，感情勿到位，勿灵个。搿我情愿侬感情到位。动作是跟着感情来的。哎，侬有情绪了，我再产生这个动作。哎，眼睛，伊心灵的窗户嘛，侬看徐老师啦，冷盯牢侬，伊就是喜怒哀乐，伊侪辣搿种里向出来了。就是眼睛里要体现出这个人物的内在的东西，这个是老要紧。确实是。阿拉金老师警告过了，侬肯定成功了。自然感情到位就可以了。叹宝玉，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得金发梦雨，破军是啊。这里是洛杉矶波德温剧院，今晚《红楼梦》就将在这里上演。但是留给剧团装台走台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半天。从团长王建华开始，剧团的每个人、每个家庭都承担了好几项工作，剧场内外一片忙碌。好像是要拉过来，不行，丁力不行，移过来。这样吗？还要移过来啊？整个对，移过来，这里刚好拉紧，要这样全部过来，这样拉过来。对。来，回去点。这个怕啥原来是啊，这个怕啥是干谁呀？你先帮我放好下面，我看上面就是。下面你要不要露出啊？这边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这边还露出。啊。站在吴振博边上指挥的小伙子，就是吴家的准女婿吴振的男朋友。剧团原来的舞台总监被公司派往拉斯维加斯工作，小伙子临阵受命，被王建华任命为舞台总监。所有家庭的孩子今天都归他指挥。吴振博这几天正在考试，中午一出考场就匆匆赶到剧场当搬运工。晚上演出，他的任务是拉大幕。朝林先生那边走，过一点，再过一点。离演出还有1个小时，许多观众已经早早地来到剧院。对当地华人而言，这是一次难得的盛大聚会，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希望在演出前先听一听吴教授对《红楼梦》的讲解。谢谢啊。侬去帮我嘛，搿只我去，因为搿只勿晓得，我重新去讲搿事体。好伐？OK。OK。他在搭配了灯笼。好 ，OK。陶美芳做了一辈子戏剧化妆造型，上海许多老一代著名演员的造型设计都出自于她的手下。好，很漂亮 ，OK。造型是陶老师，全部是他的造型。新郎官知道不？我这个丫鬟也是他给我做的。阿拉同学是已经75岁了，但是今朝是从4点钟进来，吃了迭个刚小孩个药进来又开始做，一直到现在，每个人7、8个人，一个人是红头发，伊算好自家15分钟一个人，搿能介算好是每个人侪弄得漂漂亮亮出去。
经过几天前金彩凤和汪秀月的指点，王建华演起这场读西厢，果然得心应手，台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。Throws away the jade he was born with and leaves home to become a Buddhist monk. He renounces all worldly ties. Please enjoy Act 7. Bao Yu mourns for Dai Yu.